Hello，大家好啊！啱啱就路經南昌港鐵站啊。南昌港鐵站呢，咁就近呢幾個月啦，幾個月前咁就喺入邊有個好懷舊、好特色嘅鋪頭，即係鋪位啦。咁嗰個鋪位嘅設計裝修呢，我可以話俾大家知係非常之懷舊嘅，都有好多人呢，好多市民嚟呢度打卡啊。想唔想知喺邊呢？想知嘅話呢，跟我嚟嗱。首先呢，嗱，見到啊，有 N 年前嘅收音機嘅，我諗而家啲青少年都未必知入劇 set 帶嘅嗰陣時。跟住有啲懷舊嘅小食啊，以前嗰啲小食都好多啊，見唔到啊？珍寶珠媽咪麵啊嗰啲啊，係咪啊？跟住啊過嚟有呢啲擺設啦，見唔到啲擺設啊？啲擺設波子棋。好啊，咁我再帶大家入嚟再睇下嗱，有啲糖啦，係咪啊？啲糖啦、米酒啊，同埋以前嗰啲汽水樽啦，跟住有啲以前送中藥嗰啲梅啊，送中藥嗰啲梅。一嚟到呢，我諗而家啲人都未必知㗎，就係嗰啲打電話。以前嗰啲人打電話呢，以前就係咁樣打電話㗎，攞起聽筒之後呢，就打電話啦，跟住有啲磅啦，係咪？磅之後呢，又見到啲人嗰啲計數嗰啲咧，推翻啊嗰啲數咧。1、2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以前都係咁樣計嘅，好古老啲叫計數機嚟㗎。計數機，跟住以前咪呢啲雪櫃咯，咁咪打開攞嘢飲，係咪？打開攞嘢飲。以前嗰啲玻璃樽嗰啲咧，就喺呢個位一撻上去，咁咪已經飲啦汽水係咪好懷舊啊？我覺得都幾懷舊下喎。見到啊，童年時光機重拾最純真嘅快樂，士多曾是街坊生活嘅縮影。喺50、60年代簡陋嘅攤檔，到70、80年代黃金時期，到近年逐漸式微。佢見證咗香港社會嘅變遷。物質嘅年代，士多不只是買零食嘅地方，亦都係鄰里交流、啲小童玩嘅聚腳點。都充滿咗人情味啊！係咪好有本土情懷啊？佢叫咩名？佢叫南昌士多。好多人拍照留念啊！呢度就係位於南昌站入邊嘅懷舊士多，叫南昌士多。
Please stand clear of the entrance lane and hold your handrail when using escalator.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. 乘客请注意，好有懷舊色彩啊！穿着拖鞋或涼鞋的乘客，使用手扶電梯時，亦都有好多市民咧舉機去拍啊！好多市民見唔見到啊？呢度都好吸引好多市民啊！啲市民路經咧都會嚟打下卡留念咯。如果有路經南昌嘅，就不妨嚟呢度打下卡咯喎，知唔知？不妨嚟呢度打下卡，好充滿人情味嘅士多設計。呢度啊專整咗俾人打卡嘅，好有人情味啊！我都覺得經過嘅時候，突然因為呢啲咁嘅設計啦，已經喺香港呢係冇噶啦。而家就係咁樣 design 完俾市民經過打下卡留念咯。如果你要喺出面揾呢，都未必有，都未必會有，未必會揾到喎。應該話未必會揾到喎。以前啲膠擺汽水樽嗰啲膠箱呢，以前咪用呢啲咯。好有人情味㗎，同埋見到有個電視機嘅，以前嗰啲電視機，有啲電視機好正，係好正，個設計係非常之好。我諗個負責人呢都好有心機，儲咗好耐，呢啲擺設嗰啲嘢儲咗好耐啲擺設。好啦，有機會你哋經過嘅就過嚟打卡啦，拜拜。